好，感謝主弟兄姊妹嗬。今週咧，我哋進到呢一個極其需要咧新嘅復興嘅第五篇第五週。咁因為咧嗰個時間關係咧，我哋下一週咧就進到嗰個7月訓練啦。亦都有咧嗰個錄影訓練咁樣。咁所以咧，我哋第五篇就係我哋喺呢個系列裏面咧進入嘅最後一篇嗬。咁弟兄姊妹呢度咧有一個負擔喺主僕人咧晚年嘅職事裏面。佢從主領受相信咧喺主回來之前，喺呢個咧世代要終結之前，一定咧喺神嘅兒女當中有一個咧末了嘅復興或者話咧大復興，甚至咧頂話呢個係一個咧前所未有嘅復興咁然後咧頂門將李弟兄咧佢嘅職事特別咧係末後3年半嘅職事整理，咁講到咧要達到呢一個新嘅復興就係咧3個方面。第一就係要達到咧嗰個神聖啟示嘅高峰。因着呢一個嘅看見帶俾我哋咧過一種咧神人嘅生活過神人生活嘅人一定咧同時亦都係牧養人嘅人唔會話咧佢一面過神人生活，另一方面咧佢唔接觸人唔牧養人一個主耶穌就係頭一個神人主耶穌在地上就一直咧接觸人、牧養人顧到人照顧人可以嘛？所以咧我哋就有第五篇啦。好，咁第五篇咧我哋先一同讀嗰個題目佢話使徒嘅職事與基督天上嘅職事合作，牧養作神群羊嘅召會，基督嘅身體，並有新的復興咁喺呢度題目好豐富嘅，有使徒嘅職事，咁主要咧就指在地上係咪？咁基督嘅職事係在天上基督在天上有佢嘅職事，淨係呢個題目已經非常寶貴。點解咧？第一喺神嘅兒女當中好多都以為話主耶穌咧復活升天在咧神嘅右邊，然後咧等住等到時候到啦，佢就翻嚟啦其實主耶穌在天上嘅職事遠比佢在地上嘅職事更豐富更高。主咧在地上嘅職事嚴格嚟講3年半從佢30歲到佢咧釘十架3年半嘅時間，就係主天上嘅職事咧，從佢復活升天直到如今佢還係喺度咧執行緊佢天上嘅職事。第二方面我哋要睇見咧就係主喺天上盡職，但係佢需要有人在地上與佢合作，係嘛與佢合作。意思咩叫合作咧？合作嘅意思就係你冇咗另一半你就做唔成功啦嘛就好似我哋兩隻手叫做兩隻手一齊拍咁一齊合作啦，兩隻手你做好多嘢都需要兩隻手，你得翻一隻咧你就冇辦法成功咁所以咧基督有佢天上嘅職事，但係咧佢需要有人在地上與佢合作好咁而呢一個嘅使徒嘅職事主要係咩咧？牧養神嘅群羊就係咧佢嘅召會咁請你圈低呢一個嘅牧養其實就係建造建造基督嘅身體，牧養就是建造我哋一直咧喺度講要建造召會，要建造咧基督嘅身體建造嘅路就係牧養冇牧養就冇建造咁至終還有藉着呢個建造咧，亦都帶進一個咧新嘅復興呢個新嘅復興咧係一個末了嘅復興，係一個咧前所未有嘅復興好嘛？咁綱目相當豐富嘅，咁我先喺度咧提一提，主要弟兄姊妹可以參考就係咧嗰個約翰福音結晶讀經第13篇。咁喺呢個綱目裏面，或者我哋今週咧所進到嘅信息裏面咧，相當多嘅部分或者內容咧，兩本書，一本咧就係咧約翰福音結晶讀經你可以寫低1996年嘅夏季訓練，1996年夏季訓練。咁另一本書就係叫活力牌。咁呢個活力牌咧就1996年秋季嘅全時間訓練。咁點解我要特別提到1996年咧？因為我主嘅僕人咧，其實喺1997年就被主接走啦。喺1997年咧，基本上佢能夠公開盡職嘅就係嗰個華語特會。後來咧，佢嘅身體已經冇辦法咧救得上嚟到盡職，所以可以咁講，響佢晚年嘅時候最後一個就係呢個約翰福音結晶讀經，一個咧就係活力牌，而其中嘅負擔其實就係我哋今週要進入嘅，就同咧一個叫做普遍嘅牧羊有關可以嘛？Amen。好，咁我俾楊弟兄姊妹了解一下即係當時嘅背景。一眨眼1996，如今係
係嘛？一眨眼就30年啊！弟兄姊妹，我哋還係喺呢一個咧目標底下啊，還係喺呢個咧負擔嘅裏面啊，能夠咧帶進普遍嘅牧養啊，建造咧基督嘅身體，帶進新嘅復興。好，咁我哋咧就開始進到嗰個綱目嚇，好嘛？好，第一個大點咧就從舊約開始嘅嚇，我哋先一同讀詩篇22到24篇，是啟示基督嘅一組詩，從他嘅釘十字架，經過他的牧養，說到他來世嘅君王職分。好，第一中點嚇，或者我咁樣講，詩篇23篇咧係我諗難得嚇，喺神嘅兒女當中好多人都能夠識背嘅，係咪嚇？我諗要我哋背其他嘅詩篇咧，唔知有幾多篇我哋背得到啦。但係詩篇咧23篇只有6節聖經。耶和華是我嘅牧者，我必咧不致缺乏。使我咧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到咧可以安歇嘅水邊，使我魂甦醒，為佢自己嘅名咧引導我走義路嚇，行過死蔭幽谷，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嘅杖、你嘅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咧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嘅頭，使我嘅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嘅殿中，直到永遠。幾乎我諗絕大部分基督教嘅書店咧都有呢個框賣噶啦，係嘛？咁耶和華是我嘅牧者，必不至於缺乏。但係我哋要喺度講下。難得有人將詩篇22篇、23篇、24篇一齊嚟到睇，因為基本上大家就淨係捉住咗呢個詩篇23篇特別咧耶和華係我嘅牧者，我就不致缺乏，係咪？青草地安歇水邊又與我同在。但係弟兄姊妹，我哋要響即係求主幫我哋睇見啦。呢個咧要從22、23、24一同睇，咁點睇咧？第一中點詩篇23篇就講到基督喺佢嘅復活升天裏面作牧者。咁22篇咧就係講到基督救贖嘅死，並佢咧產生召會嘅復活。而24篇咧就係講到基督作王回來。要藉着咧佢嘅身體，佢嘅召會得回全地。咁二者之間嘅橋梁係咩咧？就係詩篇係啦，詩篇咧23篇。咁咧呢個大點我就講太厲害啦。弟兄姊妹都唔使讀聖經就已經總結咗啦。咁我哋花少少時間睇一睇呢個詩篇22篇。咁喺呢個詩篇頂幫我哋頂幫我哋打出嚟詩篇22篇咧，佢一共有31節聖經。咁呢個31節咧，你可以咁樣記，佢2/3就係上半2/3一到咧呢個21節，主要就講到咧基督嘅死，詳細嘅講到咧即係主咧釘死受苦嗰種嘅圖畫。因為好多經文我哋至少咧可以讀2處，因為呢2處咧都係喺新約裏面引用到嘅。22章1節請一齊讀好嘛？我嘅神，我嘅神，棄絕我，為什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哀哼嘅言語？係嘛？我嘅神，我嘅神，你為什麼離棄我？呢個係主耶穌響十架上係咪快要快要咧斷氣咁樣嘅時候，主話我嘅神啊，我嘅神，你為什麼嚟？其實就係詩篇22篇好，仲有18節18節嗰度就講啦，佢話他們分了我嘅外衣，又為我嘅衣服咧拈鬮。呢一個係當主係嘛被送上十架嘅時候嗰啲兵丁就呢一節就喺嗰度咧應驗咗啦。咁至少咧我哋用呢2節因為咧喺新約裏面就引用咗，係描繪到主喺釘死嘅過程中嗰種嘅受苦好。咁但係接住咧仲有22節由22節到31節咧就另一個段落啦。呢個段落講到咧主嘅復活而主嘅復活咧更係為着咩咧？產生召會。好，22節，我要向我嘅弟兄宣告你嘅名，在會中我要讚美你。咁呢節聖經喺邊度引用咧？希伯來書。當保羅寫希伯來書嘅，佢就引用到呢位復活嘅基督就係嗰位長子啊嘛，佢要率領咧眾子眾弟兄喺度咧宣告父嘅名在會中咧要讚美你。所以弟兄姊妹22章
就講到咧呢一位基督救贖嘅死，還有咧佢產生召會嘅復活。咁23篇咧，就我哋剛才讀過嗰6節聖經，我哋先跳過先。好啦，到24章24章咧其實好短嘅啫，佢只有咧應該係10節聖經。咁由第7節開始，我哋由第7節開始睇起下。或者咁，我哋1、2節都睇，係啦。好，第1節，佢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他把地奠定在海上，建立在咧江河之上。好，然後我哋到第7節吓。好，請姊妹們，眾城門啊，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嘅門戶啊，你要被舉起。榮耀的王將要進來。咁喺度提到佢榮耀嘅王將要進來。咁然後第8節佢就問啦：那榮耀嘅王是誰咧？就是剛強大能嘅耶和華，在爭戰中有大能嘅耶和華。咁然後第9節咧，其實差唔多重複第7節喎。眾城門啊，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嘅門戶啊，你們要把頭抬起來。榮耀嘅王將要進來。10節又問啦：那榮耀嘅王是誰咧？萬軍之耶和華，他是榮耀嘅王。咁所以24節原來咧就描繪到響要嚟嘅國度裏面，基督回來要作王。咁所以喺呢個第22篇、24篇嘅中間就係詩篇23篇。我哋要感謝主吓，我哋咧唔單止有23篇，但係唔好只有23篇因為咧23篇係22到24嘅一個橋梁啊。Amen。咁呢個橋梁講出咩咧？主係藉着牧養，藉着牧養將咧召會牧養到一個地步咧，能夠咧叫主回來叫佢咧能夠咧喺我哋其中嚟到咧作王。Amen。或者咧可以咁樣講，如果仲用時間性嚟講，詩篇23、22篇過去、現在、將來嘅話，22篇係完成啦嘛，23篇係現在就係咪就整個嘅召會時代啦？咁24篇就係將來，就講到咧主嘅來，係咪？但係我希望喺度加一個點，弟兄姊妹，我哋要睇見主唔係只係響今世作牧者嚟到牧養我哋，其實佢嘅死佢為我哋成功嘅救贖就係一個牧養，係咪？而且係最大嘅牧養我哋冇得救噶，但係咧佢為我哋死，為我哋嚟釘十架，呢個係對罪人嚟講一個最大嘅牧養。然後咧佢復活，將我哋重生。然後咧詩篇23篇喺我哋一生裏面5個階段嘅牧養，至終佢回來作王，係咪？其實佢嘅作王都係都係咧繼續嚟到牧養我哋。Amen。好，咁下一段翻到嗰個歌目度先咁咧下一段我哋就睇一睇下嗰個詩篇23篇咧，響生命讀經裏面，弟兄就幫我哋咧分為5個階段就係頭先個6節聖經，係咪？好嗱，第1節，耶和華是我嘅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第一個階段嘅牧養係咩咧？將我哋帶到青草地帶到咧可以安歇嘅水邊有草食有水飲，為着咧叫我哋得滋養包括咧顧惜同埋咧享受咁弟兄姊妹你而家坐喺度肚唔肚餓啊？因為你食咗早餐，係咪？如果你今朝冇食嘢，而家好肚餓無論點樣講你淨係感覺我好餓你聽唔到咧台上嘅聲音，你聽到你打鼓嘅聲音，係咪所以咧人最基本嘅享受就係叫我哋能夠咧藉着吃嚟享受，藉着咧喝嚟到享受神真係好奇妙即係話咧其實飲水都係一種享受嚟嘅。當你好口渴嘅時候，係咪即係神做我哋咧，其實你可以冇感覺㗎。其實飲水你渴嘛，你咪飲咯你神可以唔需要有感覺嘅，但係神俾我哋咧有感覺，連飲啖水都係一個享受食嘅係享受所以先至要揀嚟揀去食乜嘢啊嘛，係咪？好，第二階段唔好講咁遠第二階段咧就係佢叫我哋咧魂蘇醒引導我哋為佢名嘅緣故，引導我哋走義路。呢個義咧其實就係指我哋嘅行事為人咁當我哋享受基督，被佢充滿，得着佢嘅滋養以後咧，我哋就走在義路上用新約嘅講法，或者用保羅嘅發表，走在義路咧就係咧活基督唯有基督係義嘅一位
好，第三階段啊，就係咧，我哋經過死蔭嘅幽谷，也不怕遭害嚇。基督嘅牧養帶我哋走過死蔭嘅幽谷。好，第四個階段就係戰場啊，在那裏我哋要與咧敵人爭戰啊，在戰場上，基督為我哋擺設筵席啊 ，Amen 啊，從來冇見過啊，能夠有打仗嘅人係喺嗰度擺一圍一圍喺嗰度食嘅係咪啊？嗰啲士兵食嘅好似都係全部係可以即食噶嘛啊，即係搣開啊，連有啲時候可能連煮都冇得煮嘅時候就食噶啦啊，咩即熱包啊咁樣，但係喺度咧煮喺敵人面前為我哋擺設筵席，係咩意思咧？哦，環境越艱難，越有爭戰啊，反而咧我哋對基督越多享受啊！末了一個階段嚇，一生一世住在咧耶和華嘅殿中啊，必有恩惠慈愛咧隨住我哋啊！所以留意呢篇詩篇，開始於耶和華做我哋嘅牧者，至終咧佢係咧要將我哋咧帶到咧佢嘅殿內，係嘛？用新約嘅講法就係將我哋咧帶到召會嘅裏面。哦，弟兄姊妹，呢個都係我哋嘅經歷啊！我哋流浪啊、守迷啊，包括我哋未得救之前啊，佢嚟牧養我哋。哦，其實佢一次嘅牧養、兩次嘅牧養，一再嘅就係要將我哋帶翻嚟。哦，就係一個目的，帶回來啊，將我哋帶回到咧耶和華嘅殿中。Amen。好，咁呢個咧第一大點嚇。好，第二中點，基督在天上嘅職事咧，一直喺度牧養人。啊，我哋需要與佢合作。啊，嚟到牧養人，如果我哋接受呢個交通，地上會有一個大嘅復興，啊，將主帶回來。好，咁跟住咧，2、3、4下大點咧，都係約翰福音，啊，都係約翰福音，就我頭先所講嗰個約翰福音結晶讀經嚇。好，第二大點，我哋請弟兄們讀約翰21章啟示使徒嘅職事合作嚇，該章是約翰福音嘅完成和總結。啊，好，約翰福音咧有21章，但事實上係結束於20章，的確係嘅。如果你打開嗰個約翰福音讀一讀，到20章佢就即係一切都完成咗啦。咁然後咧佢就講啦，啊，如果要記載呢一切嘅事咧，成個世界係咪都都裝唔晒啦？啊，咁明明就係完嘅，竟然嚟一個21章，所以好多時候咧，好多人以為咧21章係多少有啲好似附加。啊，用我哋嘅講法，即係買菜要搭條葱，即係咁樣嘅意思，係咪？即係佢唔係個主菜嚟嘅咁樣。但係嚇弟兄姊妹，你哋影響嗰個結晶讀經咧，佢話喂唔係單單一個叫做附言啊。佢話咧你要睇見咧，佢係約翰成個約翰福音嘅一個完成啊。意思話冇咗21章咧，約翰福音冇完成喎。冇咗約翰福音21章咧，佢話就冇咗一個總結啦。啊，咁即係好似我哋聚會咁，係咪？啊，去到最後有一個總結，啊，你就覺得咧圓滿啦，嚇，Amen。好，咁我哋睇睇下第二中點，或者我就唔讀啦，我將重點講出嚟。第二中點講咩咧？佢話主耶穌在地上嘅職事嗬，開始於兩個成了。第一個成了就係1章14節，話成為，係咪？第一個成，好啦，經過晒所有過程啦，啊，死啦。復活啦，到20章佢咪回來向門徒們吹一口氣，係咪？所以咧呢個就係佢第二個成了啦。哦，所以呢個就係約翰福音啊！我真係覺得哇，一句話就將約翰福音啊兩個成了。第一成為肉體啊，第二成為那靈啊，賜生命嘅靈，係咪啊？所以咧照睇下21章咧，應當係一個附言嚟嘅啊。但係更內在嘅嚟睇咧。佢其實係嗰個完成，亦都係咧嗰個嘅總結啊！咁一陣我哋睇好嘛嚇？佢話咧因為呢一章啊總結整卷嘅約翰福音啊。其實李鼎曾經講過，如果冇咗21章，即係冇咗牧養呢一個託付嘅話，佢話咧約翰福音1至20章係空洞，唔係話佢個內容空洞，而係佢冇辦法執行到我哋裡面。啊，就好似咧，而家等於大家咧睇 YouTube，人哋食，但係你冇得食啊嘛，係咪？咁你有1至20章你就睇下，但係你食唔到，直到有21章，就係咧藉住佢嘅牧養，我哋就能夠享受咧整個約翰福音所有嘅豐富嚇。Amen。好，第三大點，我哋一同讀約翰福音10章10到11節同埋16節，主向門徒揭示，第一，他是好，係來使人咧更豐盛地得着生命。並且咧，佢另外有羊就係外邦人，佢必須咧領佢哋另外嘅羊與他們就係猶太信徒合成一群，就係咧一個召會
歸一於咧一個牧人之下。好，咁我哋睇睇啲經文嚇，喺約翰福音第10章，主耶穌講咩咧？佢話賊來啦，就係要偷啊、殺啊、毀壞，係咪？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得的更豐盛啊！主其實如果即係直接講，應該就話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啊嘛，係咪？但係主話我要叫羊得生命啊！咁接住咧，主話啦，我是好牧人啊，好牧人咧為羊捨命啊！請你圈低學，因為咧喺呢篇信息裏面，喺呢個歌目裏面咧，一陣我哋讀不同嘅經節嚇，主耶穌講到自己係好牧人，保羅講到主耶穌係大牧人。彼得講到主耶穌咧係牧長，有唔同嘅發表嚇。但係我哋先翻嚟呢度先。當主講到自己好牧人，佢點好法啊？佢嘅好就同咧命有關，係咪？嗱，中文咧就兩個命啊，唔係，即係中文就話得生命就為羊捨命，係咪？原文唔一樣嘅喎，原文咧就係好牧人為羊捨魂生命。先係寫佢嘅魂生命，再寫佢肉身生命啊，係嘛？咩叫寫佢嘅魂生命咧？我哋呢班人咁易搞噶，係咪啊？即係主嚟到地上咁受歡迎噶。其實主嚟到地上，佢喺度盡職，佢就一直為呢一班人嚟到寫生命。因為佢哋一再嘅棄絕佢，係咪？反對佢啊嘛。咁然後咧，主話我來了是要叫人得嘅生命係 Zoe 嘅生命。神聖嘅生命可以嘛？所以講到佢係好牧人嘅時候，就同命有關。一面從佢自己就係捨命，捨魂生命，至終捨佢嘅肉身生命。所以佢到末了，佢話父啊，我嘅神啊，我嘅神啊，你為什麼離棄我？呢一個我相信對主嚟講係一個最大嘅，冇嘢難得。即係冇嘢為難過失去咗主嘅同在，係咪？或者到一個地步，我嘅神，我嘅神，你為什麼離棄咗我咧？從來冇經歷過，從他聖靈懷孕，然後到佢受浸，聖靈澆灌響，即係降臨在佢身上，一直佢都有聖靈同在。但係到一個時候，佢話我嘅父，我嘅父，你為什麼離棄我咧？好，咁還有藉着死而復活，佢就叫我哋咧得永神聖嘅生命。好，16節啦。我另外有羊，就指外邦人啦，唔係喺呢個圈，我要領佢哋出嚟然後咧要將佢哋成為一群所以咧神只有一位，係咪？主只有一位身體有幾多個召會咧都係一個。呢度主自己用一群英文係 one flock 歸一個牧人。所以主就係我哋嘅好牧人好，第一重點主嘅牧養咧，首先係喺佢地上嘅職事裏。好，9章36節，主睇見群眾動了慈心因為他們咧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Amen 從前我哋都係咁樣光景。咁今日咧講到呢個牧養負擔嘅時候，弟兄姊妹我哋都要咧有主嘅心腸，看見今日人亦都咧困苦流離。我哋都需要咧動了慈心好嘛？好，咁然後咧第10章呢度簡單講啦。當主打發嗰12個門徒嘅時候咧，佢就話啦：你哋要往以色列家迷失嘅羊那裏去。佢唔係話以色列家迷失嘅人那裏去。所以咧主嘅心腸就係牧人嘅心腸。好，然後第二重點，主嘅牧養係在天上嘅職事裏面。所以弟兄姊妹唔好以為佢在地上就咧有牧養嘅工作，到天上咧佢就冇啦。冇，在地上也好，在天上也好，佢都一直咧喺度牧養照顧召會，帶進咧佢嘅身體。好，嚟到第3大點主託付彼得餵養佢嘅小羊，並牧養他的羊。Amen。好，咁呢個係約翰福音21章係咪？咁我哋順便咧要喺度交代一下喺呢一個時候彼得做緊咩打魚係咪？再之前咧否認主3次，再之前咧係嘛？即係你睇睇，當主要釘十架嘅時候，其實主已經預言㗎。主話你即係羊咧即係羊被擊打牧人咧被擊打，羊就分散啊嘛。咁彼得就個個都會跌倒，我唔會跌倒嘅。個個都離棄你，我唔會離棄你嘅。所以彼得係好絕對㗎。咁結果主被捉啦3次
否認主，而且佢唔係喺咩比拉多面前啊，嗰啲大祭司長面前喎，其實就係喺婢女甚至係嗰啲侍女嗬，喺嗰啲咧奴僕嘅面前俾人聽到佢嘅口音就認出佢嚟，咁我到一個地步，佢話我唔認識呢個人，而且到一個地步佢係發誓啊，係嘛？結果雞一聽到嗰個雞鳴，佢就上氣啦，咁佢就喺嗰度，咁然後咧主釘死，係咪？跟住主復活，彼得好似唔知有冇睇見咧？因為咧有係咪有姊妹們嚟揾主耶穌嘛？復活嘅主就話和彼得啊嘛，但係約翰福音21章就話俾我哋聽，佢帶6個弟兄去打魚，全部咧啲名寫低晒，我數過6個，加埋彼得7個，咁即係過半數，即係12個門徒咧，有絕大部分俾佢帶翻去打魚，就回到佢嘅老本行，回到職業。意思即係話咧，唔知佢會唔會擔心啦？哎呀，跟咗耶穌3年半，有飲有食，而家要重新打魚都唔知打唔打得翻啦！即係3年半冇喺職場上面，即係唔知能唔能夠揾到工。果然真係揾唔到，係咪？3個神蹟啊嘛！如果你讀生命讀經嘅話咧，所以約翰福音上半生命讀經話3個大神蹟。第一個神蹟係啦，佢話職業漁夫喺嗰個加利利海最多魚嘅地方，晚上第一個大神蹟打唔到魚。等於我哋有弟兄姊妹揾工，冇可能嘅，咁樣嘅學歷係咪？咁樣嘅經驗冇可能揾唔到工，就係揾唔到。所以你話俾揾唔到工嘅弟兄姊妹聽，係神蹟嚟㗎。因為我哋總係覺得揾到工先係神蹟啊嘛。但係佢哋打唔到魚係神蹟嚟㗎。第二個神蹟就係唔係打魚嘅時候啊嘛。早上啦，魚都走晒啦。咁主話吩咐佢哋落網，咁佢哋還係有學習嘅，落網，起碼佢冇駁嘴，係咪？你唔識噶啦，你係木匠啫，你唔係漁夫啊，我哋先係專業漁夫啊，咁佢哋聽主嘅話，落網，聖經記載153條魚，佢話網都差不多要破啦，第二個大神蹟，係咪？咁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哋好失望啊，哎呀，覺得冇可能啊，今年個市道咁差，個大環境。我哋曾經真係有姊妹出嚟工作嘅時候就遇上嗰陣時香港經濟最差，再加埋嗰時沙士有弟兄就講佢話你揾到工教育要嗰個姊妹揾老師工咁有個弟兄就話佢揾到工作嘅機會係好有把握話零結果佢揾到真係俾佢揾到，點解咧？第二個大神蹟即係喺人覺得冇可能嘅時候。佢又一次經歷牧養啦，咁第三個係咩咧？第三個神蹟就主就喺嗰個岸上預備餅和魚啊嘛，係咪？你打咁多，其實你就擔心冇得食啫嘛，係咪？咁耶穌就俾你睇，你打嘅我都用唔着啦，我另外已經幫你預備咗啦，咁意思即係你白打咯，係咪？即係等於儲埋，原來白儲咗咯，冇用儲即係辛辛苦苦賺原來。最一下子係啦，用唔着嘅3個大神蹟，好啦，就俾佢食飽啦。如果係我，就開始嚟秋後算賬啦，係咪？即係彼得，你記得你做過啲咩啊嘛？你記得你講過啲咩，做過啲咩，係嘛？你要悔改嘛？咁但係主點講咧？就係呢度啦，食飽啦，主就問一個啫，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喎？係嘛？咁彼得話主啊，你知道我愛你你留意好有意思噶，點解要加個你知道咧？我相信如果彼得冇經歷前面嘅即係否認主跌軟弱退後，係咪？或者咧從屬靈嘅角度，彼得被破碎，佢呢個嘅破碎叫佢再對自己冇咁自信。係咪啊？佢之前係好有自信嘅人，個個都唔要你，我唔會嘅，係咪咁樣眾人湧進咩眾人湧進主嘅國度，十架咩小人婦，係嘛？我都係中湧向前讓佢哋擁抱世界我只要你嘅同在咁樣呢個就係咧，即係未經歷過破碎嘅彼得但係到呢個時候，你留意佢點樣回答咧？佢要加主你知道。係嘛？邊個行先啊？係咪啊？
如果以前嘅彼得，我愛你，係咪我行先？但係喺呢個時候咧，主行先。主啊，你知道我愛你。咁主耶穌講咩咧？你餵養我嘅小羊。咁3次問佢啊嘛嚇。當然嗰個愛都有程度上嘅講究嚇。嗰個阿加皮啊、神聖嘅等等嚇。好，咁主再問啦，你愛我麼？主啊，是的。再嚟你知道我愛你。牧養我嘅羊。好，第3次主再問咧，佢就憂愁啦，係咪？主啊，你無所不知，仲要加多句啦。即係意思話，你唔係唔知噶啦，仲問係咪啊？即係喺呢個時候真係好一個好羞愧嘅光景啊！我相信你知道我愛你咁主話你餵養我嘅羊。弟兄姊妹但係我哋又要從另一個角度咁睇，主冇響佢釘十字架之前就同彼得講：你餵養我嘅羊，牧養我嘅羊，係咪啊？係到呢一個時候，點解啊？因為喺呢個時候咧，彼得真係可以牧養主嘅羊因為之前嗰個在天然裏咁絕對以為自己咁剛強嗰個咧，牧養唔到神嘅羊，佢只能夠殺死神嘅羊，係咪？你哋唔聚會啊嘛，我聚，係咪？你唔要主嘛，可就可助即係呢個就係從前嘅彼得。但係咧喺21章嘅彼得咧我就講啦，佢去渴望嘅話即係等於我一去渴望，大家知噶啦，上面寫住來聚會啊嘛，係咪？所以弟兄姊妹，哎呀唔好意思即係最近好忙我哋有啲弟兄姊妹咧就成日講，哎呀好虧欠主，好虧欠主哎呀真係，哎呀成日都翻工賺錢咁樣咁如果係彼得嘅話咧如果彼得去渴望佢哋咧咁彼得話弟兄當然唔可以隨便都話美歸師即係，但係彼得話弟兄，我比你更軟弱，係咪啊？其實點解我哋挽回唔到呢啲軟弱嘅弟兄姊妹咧？因為佢覺得我哋太剛強啦。人係咁噶佢發覺原來你係咁軟弱噶所以咧我就發現咧原來喺教會生活裏面咧，邊啲人最能夠挽回人咧？就係嗰啲外表好軟弱，但係裏面又唔係咁軟弱嗰啲咁佢即係覺得原來你有咁弱噶咁咧就，所以當彼得去牧養嘅時候咧，佢一句佢話弟兄，我比你更失敗，係咪我比你跌倒更厲害。我離開主，我跟咗主3年半某程度上面12個人都有排名噶，彼得都係排前面噶，係咪即係上變化山佢有份噶，唔係個個有噶。你睇下我竟然都可以咁樣喺彼得身上佢就經歷咗主嘅牧養。喺呢個時候佢先能夠同情體恤落到弟兄姊妹嘅光景，能夠咧了解，能夠咧摸着人嘅感覺，係嘛？而且佢就係一個被牧養嘅見證人即係佢就係一個被主牧養被恢復嘅一個見證人，係咪你去打魚就好啦，仲要帶晒啲弟兄去打魚用我哋嘅今日講法，你一個人唔全時間，仲要帶埋其他人一齊去做生意一齊去開補習社即係舉例咁舉係咪？咁但係咧，無論如何喺呢一個時候，主就可以託付彼得。Amen。所以我講咁多咧希望我哋對主託付彼得有一個新嘅印象，係咪？佢唔係輕輕嘅一件事其實主亦都讓其實從另一個角度就主喺度成全彼得即係主容許佢跌倒，容許佢失敗其實係叫彼得得着成全Amen。好，咁我哋讀一讀啲點好嘛？好請頂門讀第一中點。當主在復活之後，在升天之前，與他的門徒在一起時，在一次嘅顯現裏，佢就託付彼得。當他不在這裏，而在諸天之上時，並牧養他的羊。好，第中點，請姊妹們，這是Amen。好，咁請留意咧，弟兄姊妹，前面都一路用緊合作，係嘛？使徒職事同基督天上職事，但係嚟到呢度咧係用合併，係有唔一樣嘅我先用英文因為咧合作就係 cooperation， 但係咧呢個合併係 incorporation。咁合作係咩意思咧？合作就係
正如我一個人搬唔起呢個台我需要咧多個弟兄係咪？佢企呢邊，我企呢邊，我哋一齊搬就叫做合作，係咪？咁佢企呢邊，我企呢邊，我哋分開。但係咩叫合拼咧？合拼咧就係咧佢住在我裏，我又住在佢裏，而且還能夠一同行動。咁個意思即係話咧，唔係弟兄企喺呢邊，我企呢邊，而係咧我又喺佢裏面，佢又喺我裏面，然後一齊嚟搬所以你留意咧，我哋啲歌目嘅用詞係有意思㗎。一面係你一面的確係一個合作，但係另一面咧，我哋唔係與佢分開，我哋需要與佢是一，係嘛？讓佢內住喺我哋裏面，我哋先能夠咧同佢一同嘅牧養。好，第三重點佢係喺《使徒行傳》6章4節，彼得就講啦，我哋要堅定持續嘅禱告，並且咧盡話語嘅職事。咁其實呢一個咧就聯於基督天上嘅職事因為基督天上嘅職事如今第一，主一直為我哋代求，係咪？經文講佢話凡到他面前來的，他都能夠拯救到底，因為咧佢係長遠活着為我們祈求代求。還有主一直將佢自己咧供應到我哋裏面所以如果有人問你，基督今日在天上嘅職事裏做咩咧？第一，佢一直為我哋代求。第二，佢一直將咧天供應到地，將咧神供應到我哋嘅裏面。好，咁所以第四中點可以嘛？彼得咧對主呢個託付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佢喺佢嘅前書裏就彼得前書嘛，佢就同門徒講啦。你哋好像羊咧走迷了路，如今卻歸到你們雲嘅牧人和監督了。咁我要喺度咧考弟兄姊妹好嘛？彼得前書係咩時候寫嘅？我哋恢復本聖經全部有晒噶啦，嗰啲注釋主後64年。主後64年。好啦，咁主託付彼得係幾時？約翰福音21章嘛，大概即係粗略，應該主後30年左右，係咪？所以意思即係話咧，當時佢受託付嘅時候係年青嘅彼得，到佢去囑咐咧長老們嘅時候，佢係一個年長嘅彼得，至少30幾年過去啦即係等於我而家就企度可以咁講啦我係90年受浸，今年2026年36年，就係咁樣意思啦即係大半生都走過啦。喺呢個時候咧，彼得咧就講啦，佢話你們好像如羊走迷各人咧偏行己路，係咪？咁如今咧要歸到你們雲嘅牧人和監督。其實弟兄姊妹，點解彼得能夠咁樣寫咧？因為佢經歷過，佢如羊走迷，係咪？即係彼得經歷過，佢自己就係嗰個羊，佢就係走迷咗。咁然後咧，彼得特別喺度講，佢唔係話歸到我哋嘅牧人和監督，係咩嘅牧人啊？雲嘅牧人，係嘛？所以我哋點解會走迷咧？會走幾路咧？其實就係我哋雲出咗問題，我哋有一切嘅難處，其實個源頭就係我哋嘅雲。就係我哋嘅雲。你話唔係咧？我身體咧即係到我哋啲年紀咧，呢度痛嗰度痛，係咪？唔係噶，你個痛影響你個心情，係嘛？你個心情就影響晒你所有嘢。你個人又暴躁然後咧對人冇晒耐性個人好敏陣，然後又硬係有啲個雲再少啲嘅咧，就成日擔心我係咪呢度有事我又嗰度又有事咁樣。其實都係雲有事其實都係雲嘅問題咁所以彼得喺度講，佢話原來呢一個牧人咧，佢係我哋雲嘅牧人所以你睇翻主耶穌點樣牧養彼得，其實就牧養佢個雲，係咪？就係牧養佢。你冇信心啊嘛，我就3個神蹟俾你睇。第一就係頭先講嗰3個神蹟嘛，就係佢因為佢冇信心，主耶穌都唔見咗咯。咁我哋要即係重操故業啦，打魚咯，係咪？如果唔係食咩以前就5餅2魚變俾5000人食主耶穌都冇咗，咁要所以咧，你其實就雲出事，佢就冇咗信心咁然後主再嚟到恢復佢嘅時候就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係咪？愛係我哋嘅情感，都係我哋雲嘅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牧養人嘅話咧，其實我哋係要牧養人嘅雲你有冇試過咧
當有一啲弟兄姊妹又好，新人又好，喺一啲難處啊、為難裏面，你叫佢禱告，佢好似冇辦法接受你所講嘅，係咪？佢或者有啲咧，即係有啲客氣啲就咁樣，有啲唔咩嘅就講嚟講去都係呢啲噶啦，揾你都冇用噶啦，係咪？點解咧？唔係禱告冇用啊，而係咧佢個魂未得着。佢牧養係啦，佢嘅魂未得着牧養啊，直到佢真係魂得着牧養，佢個心就開啦，係嘛？所以我哋話口開心開，靈就開嘛。咁點樣牧養人嘅魂？其中一個就要俾人講嘢，係咪？因為其實今日人嘅問題就冇人聽佢講嘢啊嘛。我就成日講啦，點解咁多騙案咧？80歲都有情騙，係咪？即係冇可能噶嘛。我有種我而家開始有啲明白，寂寞，冇人，係咪？終於有個電話打嚟，仲肯同你係咁講，係嘛？啲仔女打嚟都講唔夠3分鐘就 cut 線啦，仲喺度嘛？即係類似咁意思啊？食咗飯未啊？着多件衫嚟去講幾句 cut 得啦，我忙啦做嘢，竟然有個人係咁傾，係咪要 WhatsApp 你唔好講咁遠。係我哋要牧養人你總係要聽人講。點解咧？佢口開咧，佢心先會開，係咪啊？而且唔係俾5分鐘佢啊。好多時候咧，我哋發覺有時我哋可以有人約你交通啊咩？哇，傾咗1個幾鐘啊，我都覺得差唔多啦嘛，就禱告啦，係咪？係咪應該結束啊？好多時候係禱告完，佢先開始講真話。唔好話真話，一真話即係話佢前面嗰啲假啦，唔係咁樣意思，係啦，佢先再有更深嘅心底嘅話，開始想同你講咁點啊 ？Amen 好所以咁呢個就係第4重點主要係我哋，所以即係我希望着重佢係我哋魂嘅牧人，同埋佢係我哋魂嘅監督。係咪？佢睇住我哋個魂因為我哋個魂會出事噶所以佢一路喺度睇住我哋個魂等於細個咧我哋以前媽媽煲湯，成日要睇住煲湯唔好滾瀉咁樣以前冇真空煲噶嘛，係咪成日就睇住煲粥唔好煲窿咁主耶穌都一路睇住因為英文係 oversee 一路睇住咩咧？我哋個魂Amen。好，第5咁彼得咧還要勸勉長老牧養他們中間神嘅群羊好使他們這些咧忠信嘅長老響牧長顯現嘅時候，能夠得着不能衰殘榮耀嘅冠冕好，我簡單讀啲經文俾前佢話我這同作長老作咧基督受苦嘅見證人，要勸你們勸你們咩咧？佢務要牧養你們中間神的群羊 Amen 咁弟兄姊妹，我就要問啦，今日我哋中間神嘅群羊喺邊咧？當然就喺你嘅小牌裏面，係咪？就喺我哋嘅小區裏面。所以點解我哋要小牌小區咧？就係好叫我哋能夠一隻都不可少，係咪？一隻係因為羊啊嘛，係一隻都不可少，一個都不可丟。Amen 好所以彼得嘅話指明，基督天上嘅職事主要咧就係要牧養神嘅召會就是咧神嘅群羊。咁結果就帶進咧佢嘅身體 Amen 好或者我多講2個點，我哋先再有操練好嘛？好，第5大點。咁接住咧就到使徒保羅啦。咁保羅喺行傳20章就係佢最後一次咧見呢個佢喺嗰個米利都咁佢對呢個以弗所嘅召會好有負擔咁當時唔係整個召會嚟嘅，係咧嗰個以弗所嘅長老們就咧去到米利都呢個地方，咁保羅就同佢哋講咗一番咧肺腑心腸嘅說話咁其中保羅就講啦，佢話20章24節，佢話我不以性命為念不看為寶貴，我只要行完我嘅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嘅職事等等。然後咧佢話聖靈立你們作全群嘅，請留意全群係咪就係羊啊嘛你們就要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嘅召會所以使徒也好，作長老也好，重點就係牧養神嘅群羊
然後咧，保羅話：我知道我離開以後，有兇暴嘅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群，係咪？又一次提到羊群，佢冇用弟兄姊妹呢個講法，係咪？佢一再講就係全群、羊群、牧養神嘅群羊，神嘅召會 ，Amen 嚇。好，咁然後第三終點，咁保羅咧喺呢個希伯來書13章20節，佢話神憑永約之血領群羊嘅大牧人，係咪？咁請你圈低大牧人嗱，所以我哋而家總結一下，主耶穌話佢自己係好牧人，彼得咧話主係牧長，或者係我哋雲嘅牧人和監督。咁而保羅咧咁大同好有咩唔同咧？我哋都問下係嘛？因為耶穌話好就 good 啊嘛 ，good shepherd 佢嘅好就係咧跟命有關，係咪？如果按住個經文啊嘛，捨佢嘅性命為羊捨命，然後叫羊得生命啊嘛，咁主耶穌點樣大咧？大牧人喎，因為前面就講啦，其實個重點咧就響第一小點，佢話呢個永約永遠嘅約就係嗰個新為名，其實就係新約，係咪？咁新約係咩咧？就係三一神在我哋嘅福分。所以咧，主耶穌作為嗰個大牧人咧，佢就將新約裏面一切嘅豐富作到我哋嘅裏面。所以呢個大咧有咩能夠比起三一神作我哋嘅一切，作我哋嘅供應享受更大咧？所以佢係我哋嘅大牧人。Amen 照住咧神嘅永約完成咧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好，第六大點咧係一個總結嚇。個使徒嘅職事同基督天上嘅職事合併主要嘅目的同目標就係要建造基督嘅身體。所以再重複一次建造就係唔係牧養就係建造。其實牧養就係建造。我哋講建造唔係咁抽象。你牧養我，我牧養你，我哋彼此牧養，我哋亦去牧養咧主嘅羊其實就帶進建造，終極完成就新耶路撒冷，完成咧神永遠嘅經綸。Amen。我哋嚟到咧第七大點請弟兄姊妹一同讀為著神永遠經綸嘅主要目的和終極完成而牧養神嘅群羊。Amen 咁呢個我簡單點一點雅各對唔住，呢個雅各書佢高在咩地方咧？佢高在咧至終呢個皆有成為書拉密女嘛。書拉密女就係所羅門嘅嗰個女性嘅嗰個用法，係咪？咁簡單講就話喺呢個神聖啟示嘅高峰裏面或者話呢個亮光裏面呢個雅各書高嘅地方就係佢能夠將鄉村女子至終作成與所羅門成為佢嘅翻版，係咪能夠與佢一模一樣其實就係整本聖經所講神成為人，好叫人能夠在生命性情上成為神。咁好啦，一本咁高嘅書，但係咧原來裏面充滿咩咧？牧羊。所以點樣能夠叫人成為神人咧？牧羊係嘛？即係主耶穌咧一路牧養我哋，叫我哋一步一步嘅能夠咧朝住呢個目標去好，咁4個點。咁我呢度咧跟大家嗰個有少少唔同我從嗰個結晶讀經加翻少少標題。咁第一個點就係主牧放佢嘅群羊咧，為着滿足同埋安息第7節1章7節，我心所愛的，求你告訴我，你在何處牧放羊群呢？好叫羊得到滿足。晌午在何處使羊群呢歇臥呢？好叫佢哋得到安息。意思話主嘅牧羊叫我哋得滿足得安息。好，第二終點，響主個牧長之下有好多別嘅牧人咁佢哋咧響自己嘅帳棚旁邊，就係佢哋生活所在之處，牧放佢哋嘅年幼者。8節，只管出去跟隨咧羊群嘅腳蹤把你嘅山羊羔牧放在咧牧人帳棚嘅旁邊。唔單止主係牧人，我哋亦都要作咧佢嘅許多牧人。好，第三終點，主一直在牧放咧佢所有像百合花一樣嘅尋求者，照顧牧養他們，使他們咧長大。2章16節，我嘅良人屬我，我也屬他。他在百合花就以單一嘅心過住咧信靠神嘅生活，而尋求基督嘅人中牧放群羊。第4終點牧養對於咧神聖生命裏嘅長大是極其重要的。
啊，我屬我嘅良人，我嘅良人也屬我啊。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Amen。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唔係僅僅咧牧養人到聚會裏面啊，係要牧養人到咩咧？生命長大。Amen。佢可以有聚會，但係佢有冇真係得到咧合適嘅照顧咧？正如我好多時候講我話我哋係發現到有弟兄姊妹一週冇嚟，2週冇嚟，3週冇嚟，我哋先好似佢係咪有事咧？係咪我哋係3週之後先開始，都唔肯定喎，係懷疑啫喎。佢咪有事咧？咁但係喺我嘅經歷裏面，其實好多時候有一啲嘅弟兄姊妹，佢之所以唔聚會，佢唔係一下子嘅，佢係已經1週心裏面諗，我係咪仲要嚟咧？2週佢諗，我係咪仲要嚟咧？佢其實係前後已經諗咗3週，佢第4週先開始決定唔嚟噶。咁然後我哋仲要再後3週先開始諗，佢係咪有事咧？所以點解你發覺要挽回即係冇聚會嘅弟兄姊妹咁唔容易咧？因為佢已經經過好長時間用我嘅講，即係我哋講法啫，心都已經硬咗啦。跟住我哋先至去，你係咪有事啊？咁佢都唔知從何說起。Amen。所以重點唔單止，即係我嘅重點係咩？唔好以為弟兄姊妹有嚟聚會就 OK 啦。所以李弟兄佢好強調，佢話會前會後要接觸人啊。會前早啲嚟問候2句，一問原來弟兄姊妹有事係嘛？呢週遇到為難或者屋企發生事，會後接觸一下食個飯點解咧？因為佢經過聚會之後，佢個人就敞開。佢有一啲嘅難處，佢本來都唔想講或者唔知點講，但係咧喺一個氣氛底下，佢就願意咧敞開。你哋已經講佢話以前有一個年長嘅弟兄講活力牌嘅時候，佢有一個年長弟兄叫做 Senior Grouler 咁佢呢個弟兄咧佢主要做咩咧？佢話佢喺聚會裏面當然嗰陣時就係大聚會啊嘛。佢每一次就喺度睇即係每次聚會就睇咩咧？佢話睇下一陣聚會後請邊個翻屋企食飯。當然佢哋喺美國咧好多地方咧就即係會所同屋企好近嘅咁即係就咁你頂即係你頂非常稱許非常稱許咩咧？其實就會前會後所以咧愛言再講愛言係重愛不重言係嘛？因為我都知道而家咧我哋有我都經歷到噶啦一搞愛言真係好辛苦係咪？最好唔好搞啦咁樣其實咧愛言又得。食麥當勞都得，係咪？但個重點就係有交通，係嘛？而呢個交通係帶進咧牧養。Amen。其實弟兄姊妹好多嘅難處，唔一定係喺聚會裡面佢得到幫助。其實往往係私底下一啲嘅交通一啲嘅接觸，好嘛 ？Amen。好，我哋就嚟第8大點啦。牧養信徒對於他們在神聖生命裏嘅長大是極其重要的。我們必須以牧養嘅路來傳福音並復興召會。好，一同讀下第一宗點。我們應當禱告，主，主啊，復興我 ，Amen。好，第2宗點下，響頭先10章咧，同埋21章咧，主用到幾個字，餵養我嘅羊。牧養我嘅羊，還有將佢哋成為一群，係咪？餵養咧就係俾佢有供應咁就等於 BB 仔啦。我哋在座有頂尖有 BB 仔咁最緊要食飽呢個就叫餵養。但好啦，開始大啲啦，2、3歲周圍走，係咪？有危險啦，撞到頭都瘀，咁你就會教佢唔好衝入去係咪？我記得我小朋友細個嘅時候，哇，馬桶個水以為嗰度游泳池真係好得意係咪？即係拖鞋又攞嚟擺落口度，乜都得㗎喎。咁喺呢個時候就唔係單單餵養夠唔夠係嘛？越餵養佢越亂嚟唔單止餵養，還要牧養。其實牧養相當程度上就係要教導係嘛？就需要有教導。咁同樣新人都係，佢進到教會生活中，最緊要就係有牧養。佢受浸啦，有人陪佢神興。呢個陪神興就係最好嘅餵養。神興唔重在長，即係時間長，
唔重在內容多，其實神興就係重在天天，係咪？就係按時俾佢有一點嘅供應，同埋個重點就係要操練佢嘅靈，呢個就係我哋話靈唱禱啊嘛，所以神興網就係從佢得救開始，天天5分鐘、10分鐘，有人陪佢神興陪佢主耶穌Amen 嚇。我以前訓練嘅時候有個同伴喺美國得救，佢話佢一得救就有人打電話俾佢神興，哎呀佢覺得真係好為難好煩第一朝朝嘈醒佢係咪？第二又唔知喺度做緊乜嘢佢話好多時候咧對方就聽唔到佢有回應，就你喺邊度？其實佢響度，不過佢打緊喊路你明嘛？即係你仲響個被窩度，電話就嚟啦嘛咁佢還係有良心嘅，唔會 cut 線唔會唔接咁但係咧佢講佢話呢個服侍者就係半年之久，一直打俾佢打到有一朝佢自己講話，佢話即係一切都一樣，但係就係嗰朝佢主耶穌，佢就覺得唔一樣，即係佢用我哋嘅講法就係佢碰到主半年弟兄姊妹咁呢個叫做咩餵養係咪？就需要有神興但係還需要有牧養，就係咧需要有教導就喺佢好多嘅情形環境當中，俾佢有合適嘅幫助Amen 好，因為時間關係唔可以講太多啦還有成為一群係咪咁成為一群，呢一群要放喺邊度咧？但係就會喺邊度咧？係啦，就喺小牌裏面你點講㗎？佢話我哋一定要學習咩將人咩叫做聚集成排即係話咧，我哋要將新人、將失落嘅弟兄姊妹聚集，唔單止係只係一直都係你揾佢，更進一步係能夠將佢帶到小牌嘅裏面。Amen 好，所以眾召會都必須學習如何使人成為一群，調和在一起。Amen 好，第9大點我呢個咧就簡單讀啦。去到啟示錄7個召會就係7個金燈台，係咪？咁主耶穌係人子行走在金燈台嘅中間咁我哋要喺度睇見原來咧燈台產生咗啦，但係需要維持噶。咁呢個維持叫做生機的維持Amen 生機的維持好，主咧在佢人性裏顧惜眾召會，在佢神性裏餵養眾召會就係生機嘅牧養，好產生得勝者好，因為點多我簡單讀終點。第一終點，人子係在佢嘅人性裏，係咪話佢空間束金大？係咪？金就係同佢神性有關，空就係同咧愛嘅表號有關。好，第二終點，基督作為人子在佢嘅人性裏照顧眾召會，為要咧顧惜眾召會。Amen。好，第三終點，基督在佢嘅神性裏，以佢空間大嗰個金帶咧所表徵神聖嘅愛嚟到照顧眾召會，還有咧餵養眾召會。Amen。所以如果我哋睇嗰個啟示錄嘅話，7個召會7封書信係咪？其實裡面包含咩咧？包含主嘅餵養，亦都包含咧主嘅顧惜，亦都包含主嘅顧惜行走在7個，還有一個重點我想喺度稍為有啲交通嘅，就係咧第二小點，第三終點嘅第二小點，可以嘛？作為行走嘅基督，他知道每一個召會嘅情形，作為說話嘅靈，佢就修剪燈台，並用新油供應燈台，係咪？英文咧佢係咁樣講嘅，佢話啟示錄嘅第一章，你睇見咧呢位基督用英文講佢係 Walking Christ，係嗰位行走嘅基督。到第二章咧，佢係嗰位說話嘅，係咪？佢就係嗰個 Speaking Spirit。咁喺呢度有一個次序好有意思，佢唔係先說話，佢係先行走。佢嘅行走叫佢知道弟兄姊妹眾教會嘅光景，而且佢冇一個唔去如果係我哋嘅話，嗱呢幾個推下推拉唔好去啦，去嚟做乜啫？你明意思嘛？別家摩都唔好噶係嘛？唔好去啦，去邊好啊？係啦，人人都去非拉鐵非訪問，係咪冇人有冇人要去以弗所啊？你起咗起初嘅愛嘅但係你留意呢位人子係行走在7個金燈台中間意思即係話剛強嘅你要去渴望佢，
軟弱嘅你要去渴望佢，同世界聯合嘅你都要去渴望佢喎。係有撒旦座位嘅你去唔去啊？都要去喎。別迦摩嘛，係嘛？即係無論佢係咩光景，主都喺嗰度行走，所以佢十分了解眾教會嘅情形。然後咧，佢就響第二、第三章向7個眾召會說應時嘅說話，係嘛？我怕我哋咧係咩咧嚇？我哋最近我哋以前咩咧咪帶學生啊，帶青年人去訪問教會係咪？最緊張就頭一處，因為去到每處咧都有愛言噶嘛，愛言之後一定係要雙條聚會噶嘛，一定要你分享噶嘛，係咪？最緊張就係第一處，點解咧？唔知講乜。由第一處之後咧，講咗一啲嘢之後咧，唔驚啦。點解咧？去到邊台南去台中，台中去台北到新竹到咩，都係講嗰啲，明我意思嘛？但係主耶穌咧對7個召會咧，唔係 copy and paste 喎，係咪啊？即係主耶穌對7個召會係按照佢哋嘅需要。所以弟兄姊妹，我引申我哋周二咧喺呢度係同一篇信息，但係因為大家喺周中或者包括晚上係去唔同嘅小排，係咪？每一個排嗰個情形啊，或者弟兄姊妹嗰個需要不盡相同，係咪？所以拜託大家唔好將呢度咧照字搬字，係嘛？照搬，唔係話唔得但係係咪就能夠應付到弟兄姊妹個需要咧？所以咧唔係話呢啲話冇用，係咪？但係咧，所以點解？所以喺度我哋喺度表白下。所以點解我哋啲歌目咁長咁豐富咧？因為佢唔係預你去到小排講晒㗎，佢係預你講你摸着同埋弟兄姊妹需要個點，係嘛？就夠㗎啦。我最近摸着咩咧？你知道嘛？主耶穌受試誘嘅時候，魔鬼就叫佢將餅變石頭啊嘛。中文聖經就話嘛，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嘅一切話。呢個一切話就哇，一切話。英文你知道係咩啊？英文就 every word， 即係一個字啊，啱唔啱啊 ？every， 即係每一個字，即係意思你睇下喺我哋嘅經歷裏面，其實我哋喺一場聚會就聽到主一句話就夠啦，係嘛？即係就係弟兄姊妹嗰個分享嗰句摸着我啦。哎呀，我依個人被 touch 到啦，哎呀，我真係蒙咗光照啦，喺嗰度悔改啦，即係哎呀，或者叫做扎心啦，就夠啦，弟兄姊妹Amen。所以我哋都要學習基督walking and speaking。咩叫 walking 咧？walking 就係要去探望咯。主耶穌就走去7個金燈，喂，所以唔怪得主耶穌話我喺門外叩門啊嘛，係咪？佢真係去噶，不過佢哋冇開門啫嘛，係嘛？我在門外叩門。聽見嘅就聽見我聲音就開門，係嘛？弟兄姊妹要去看望我哋其中有一種家風叫做看望我唔知有冇喺度講過倪柝聲鼎講嘅事故看望福音看望。首先係福音看望，第二種叫做初信看望，第三種叫事故看望。福音看望，咩叫福音看望咧？就係人嚟福音聚會之後，我哋去回訪福音朋友。呢個我哋好少，係咪啊？我哋就成日話下次再嚟，係咪？但係李鼎自己講嘛，佢最初到台灣，人哋之後就填卡，填完卡之後佢就分發俾弟兄姊妹去看望。有弟兄同我哋講年長弟兄，佢話原來咧嗰陣時填嗰啲卡，即係因為1949-50年咧，台灣好落後嘅。其實嗰陣時，佢話咧啲人填嗰啲咩行咩係咪叫行係就叫咩佢好難去揾㗎。即係你明嘛？即係唔係我哋而家想象中，即係咩街咩道嗰個牌咁清楚嘅你去過印度生活你就知啦。我喺印度成日 call 唔到 Uber 嘅，因為啲 Uber 係揾唔到你個 location 嘅，因為即嗰啲巷咧，即係等於我哋100年前唔知因為清朝嗰啲，即係咁。但係佢話頂姊妹嗰陣時係咁樣去看望嘅，所以魏鼎話咧，第一種看望叫福音看望。人來啦，我哋就要翻去回禮再其實人肯嚟我哋方聚會就已經係咪啊？已經表明佢唔係咁硬啦。如果佢真係咁硬，佢就唔嚟啦，係咪？只不過時候未到，還需要咧多啲澆灌，飲多幾餐茶。好，第二個渴望咧叫做初信渴望。初信渴望就係人，我哋而家又係噶啦，一響嗰個浸池起身影相，我得救了咁樣。
係嘛？跟住就叫佢填嗰個回應表，交俾執事室，咁就係交俾執事室咁，然後咧就下次記住嚟咯咁樣，係嘛？毅頂講初信係要去渴望㗎，因為人得救之後人正要受浸，包括受浸之後，其實撒旦會一路搖動佢㗎。你有冇經歷過啊？我受浸後，我仲懷疑有冇神㗎。其實係需要有信心嘅堅固。第三種渴望叫做事故渴望。咩叫事故渴望？簡單講，紅事白事任何事，只要有事咁我近年就再加多一種叫做無故渴望。無故就係唔需要有，因為我就發覺當我哋話要去探望弟兄姊妹，個個都問咩事啊？係咪？即係咪我有事啊？所以你要嚟啊？咁有啲老練嘅弟兄姊妹，我哋冇事冇事你去睇其他人啦咁樣咁我話大家見下面啫，係咪飲杯冇茶飲都飲杯水啫，係嘛但係每一次其實我嘅經歷你一去渴望，其實你又喜樂，被渴望嘅又係好喜樂主俾我一個恩賜，好奇妙嘅講信息要預備，我去渴望唔使預備，因為我淨係帶對耳去嘅啫，我都唔知點解坐低佢哋就開始講噶啦咁講，即係講佢點得救講佢有咩經歷講最近工作講屋企講呢樣係咪？講到最後我嘅配搭就我姊妹啦，係咪？我姊妹就係我哋都唱翻首詩歌啦。咁意思即係要差唔多啦咁跟住就禱告咁樣Amen。弟兄姊妹，如果教會充滿咁樣嘅渴望我相信我哋區區都復興，係嘛？浪子能夠回家新人能夠留下 Amen 好，咁咧最後啦，一同讀啦呢個大點，藉着基督奇妙嘅牧養，我哋得以咧享受他作我哋嘅福分，從今時直到永遠Amen。好，咁後面有一啲信息點解咧？就係李弟兄當時講呢個約翰福音結晶讀經，就係講呢個綱目之後，佢就有下面嘅交通咁我用1.5倍速咁佢就講佢響台灣煙台嘅經歷。佢話當時佢話響煙台咧，佢主日講道，然後周中咧佢就揾一位年長弟兄同佢一齊去渴望新人喎。佢話我每到一個家都受到親切嘅歡迎。我哋到嘅時候佢哋就將家人咧招聚起嚟，短短時間裏面煙台就有咗一個咧真正嘅復興，到處都喺度傳福音，不止我一個人，係眾聖徒都喺嗰度傳好啦，然後咧你點講啦？佢話將屋企細啊嘛，佢就將喺會所咧搞咗個廚房每次請幾多人咧？厲害每次請20-30人一齊吃飯交通。咁當然呢個李鼎嘅度量一次過20-30人，咁我哋一次過請2-3個人可以嘛咁佢話僅半年幾半年多時間6個月啦佢話全召會所有個人都食過飯啦咁佢話當時喺煙台嘅召會至少有500-600人。留意這種嘅牧養，將整個召會挑旺起來，唔係開特會即係唔係靠特會，係靠牧養同埋靠食飯Amen。因為食飯咧都係要叫人口開嘅，係咪除咗說話之外，一食人就口開，口開就心開 Amen。我盼望長老們把會所用作餐廳所以你有冇留意我哋去台灣訪問咧？而家咪好多咧，哇！對我哋嚟講真係好奢侈喎，係咪？即係我哋嘅會所咧，可以嘅話就係能多擺一張凳就多擺一張凳，寸土寸金尺土，定係寸土尺金總之係咪？但係咧，我哋而家去到台灣好多會所，哇！咁嘥啲地方攞嚟擺個 coffee table 咧，又整個咖啡機咧咁樣。其實我而家明啦，原來佢哋就係接受咗呢一個交通佢話盼望長老們都要再把會所用作餐廳邀請聖徒們來會所。你一周嚟幾多次呢度聚會非沙田區嘅就嚟1次，沙田區嚟2次，係咪？但係如果嚟食飯咧，日日都可以嚟。一個長老每天至少應當接觸一個人，目的是為牧養。我們亦都咧能該邀請人到家中食飯，係咪不但請熟悉嘅，而且要請新人喺煙台嘅復興就係因為呢一種嘅牧養而發生的我亦都曾經知道喺美國有一個召會，佢哋講嘅，佢哋話我哋任何一個受浸嘅新人唔需要討論，唔需要咩噶，至少一定會
自動用我哋講法自動波，屬靈講法叫生機啊。佢話至少一定會有3家人請佢食飯嘅，只要有人受浸。Amen。你有冇食過啊？補翻啦，你揾翻幫你受浸嗰個人啊，補翻啊！弟兄姊妹，你話呢個係咪最強嘅初信訓練啊？係咪啊？因為你請佢食飯，唔係淨係食噶嘛，其實就交通，係咪？佢就要同你做見證啦，唔係等到福音聚會，係咪？哎呀，呢個受浸咗喎，揾佢嚟講下啦咁樣，跟住俾人哋講就只限人哋3分鐘喎。係咪啊？食飯就唔限時間，你講到30分鐘都得。Amen。好，快啲！我初到台灣嘅時候由煙台講到台灣啦。去到台灣冇咩可以做，因為當時台灣仲係相對落後嚇。咁有一天主就俾你定一個負擔，佢話：由台北即係買車票，一路坐火車台北、台中係咪？台中、台南啊，跟住高雄先係嘛？一路落。你頂自己講嘅喺歷史啟示，佢話白恤衫咧，坐火車坐到變黑恤衫啊嘛，因為嗰個年代你唔係可以打開窗咧，即係嗰啲嘛，佢話白恤衫坐到變黑恤衫就係嗰陣時。好啦，俾佢走一圈之後，佢話全島都有400-500頂姊妹喎，佢話，因為嗰陣時基本上係逃難過嚟噶嘛，佢話加埋咁主就俾佢有負擔，佢話咧還係應該咧要喺台島有所作為。所以佢自己講嘅，佢話咧1949年8月1號就喺嗰度咧開始開特會啦。佢話咧然後咧佢就講佢話哇，第一次嚟好多人。咁你知道李鼎咧就即係老年佢唔係好佢唔係話哇見到好多人就高興。佢到呢個信息中末了咧，佢就講啦，我哋呢一度只賣饅頭。係咪啊？簡單講就只供應基督。點解咧？因為嗰陣時有人以為去教會可以攞到米，去教會可以攞奶粉，或者咧會唔會可以幫到小朋友讀書？咁唔好話嗰陣時，而家都有係咪？最緊要就係想受浸攞個證明書啊嘛，加分啊嘛，係咪？或者咧嚟教會會唔會可以幫我介紹婚姻咧？咁樣咁你哋簡單講，抱歉，呢一切都不提供，呢度只供應基督。咁結果第二次係嘛？你哋講佢係哇少咗一半人。但係咧，佢話呢一半佢就真係開心啦。佢呢一半係真嘅，呢一半咧唔係要奶粉，唔係要米，唔係要分享介紹，呢一半係要基督嘅。所以佢話第一次佢唔派回應表嘛，第二次就派回應表啦。就個就係頭先我講咩填個地址，嗰年代邊有電話啫，係咪就填個地址咁然後咧到禱告聚會就分發俾弟兄姊妹，就大家去3家5家嚟到去看望啦。Amen 咁佢話咧，台灣嘅工作係咁樣起家結果5年時間由300-400頂姊妹保守講都去到3-4萬。其實你頂自己講，佢話唔係只係你唔好以為只係開大會就能夠咁樣。佢話其實就係眾弟兄姊妹一同動起來一同咧去牧養一同咧去看望所以咧喺總結佢就話啦。弟兄姊妹，牧養是行得通的。Amen 佢話如果我哋靠名嘴講道人可能受吸引，但係好啦，講完邊個照顧佢哋咧？佢話實驗已經證明佢話咧呢條路行唔通嘅唯有咧就係我哋要牧養。Amen 要在活力牌裏面咧有健康嘅教訓。Amen 好，所以到末了佢就話盼望我哋咧都禱告主啊，我要得復興從今天起我要作一個牧人，去咧牧養人、餵養人，要將人咧聚集成群。Amen 好咁佢話嗰個我就交通到呢度因為時間關係但係無論如何最後交通幾句呢一個係主嘅僕人喺96年就係佢咧要離世前1年，佢對住整個嘅主恢復就係話眾召會一個咧非常之沉重嘅負擔。嗰個負擔咧，所以後來我哋叫做普遍嘅牧養嗰普遍牧養就係唔係少數人去牧養，係我哋人人都可以牧養唔係有1-2個有一個人可以牧養10個人而係我哋大家都牧養1-2個人好嘛？咁呢個就係我哋呢一個系列最後一篇嘅一個負擔我哋都禱告主復興我 Amen 主我都要做咧你嘅牧人 Amen 主都要咧為你嚟牧養 Amen 好嘛？好，我哋先有啲禱告，然後